你搁讲一摆，你劫数难逃啊！啊！小公啊，啊不我敢若讲你劫数难逃尔，你是安怎来哭到这伤心？你免安慰我啦，我见到恁个老爸时哦，其实哦，我的心内已经有准备啊啦。你心内是准备啥物？准备就要接受到这个打击啦！恁父王哦根本都袂答应咱的亲事啦。我家己捌嫁就嫁啦，我知影我这个人一箍推，无人会介意我啦，所以伊才会用个劫数难逃4字来甲我推啦。倒球的啊！你家己哦，莫安尼胡白事。我根本都毋是这。好啦，你免讲啦，你一个看到我写8字尔，你就讲我的8字白啊！你讲我2个就无红无缘，即摆若你看到12字的事哦，你就讲阮2个根本就无缘啦。讲看到32字的事，你根本就会手讲哦，田无够水无流，你走啦！王啊！有王啊！啊，你对这咧讲的话是正确啊无？王啊！你是毋是看到无介意做你的囝婿，所以你才专讲讲伊劫数难逃？我囝，我免哪会骗人啦？你上世界看伊也无管，你甲看伊，我管啦！王啊！伊真是运动拢反车，那安尼敢有啥物办法通我解围？道理本人即马随时倒转来去龙宫，摕一项宝贝，互倒球的放在身上，才会当渡过这个劫数，方向化境。安尼哦。倒球的啊，你王啊吼，讲你是劫数难逃啦，毋是反对咱的婚事啦，还讲哦有法度通我解围呢。有解围哦。真正有通解哦，毋是阮阿某无缘哦。好啊啦，有缘无缘哦，先甲放一边哦。即摆上重要是你的性命问题呢。我性命问题，对啦，娘囝真正拢人我性命有问题，结婚有啥物路用对无吼？是啊，所以阮即摆是倒来王府想办法替你排解。啊，你吼爱会记哩，唔通离开恁兜一骹步，知无？知。唔知影吼？来，我啊，你这边走。奇怪，做到王爷讲听到人咧休尔，就对走开后尾门甲选你啊！机会啊，倒机会啊！安怎啊？代志好啊啦！什么代志啦？快讲啊！阿爸吼，拄则出去收租，无小心跋落山骹受伤啊啦！哎呦喂！好啊啦，老呀，莫阁哎呀啦，连你大夫都来，就甲你推推的吼。哦，小姐就够疼啊！唔系啦，后姐爸，你搁海也海袂好啦，咱食老就爱认头，莫安尼逐项代志都要安尼插甲招着，连这收销你都免去，你都一定爱去。咱有家庭，也有迄款的孝规，无嘛搁足侪总顶的啊，你叫因去就好啊，那就爱哎。好啊啦，啊你若爹已经安尼哀甲安尼，佮当摆你拍拉凉。毋是嘛，咱食老就爱认老嘛，啊摆莫安尼，咱剩下你即摆嘛有够够的，为山骹直直写，练到山顶会去。啊不，哎，山顶过落来山骹，即款代志安尼哈，你做会出来？是啦，阮别安尼小姐，啊，听到要死你无安尼话，反倒等甲你教死我啊，像哈！阮遮少年，阮都袂识啊，对吧？爸，你讲跋落我，哎呦，啊你哪会去跋落啦？啊跋者有安怎无？哎呦，啊，本来吼要去收租啦，啊路无好，安尼摔者规爿撞着。哇，这租即马若无去收哦，得搁等半年了。这你家己买的啦。等咱厝遐济人，啊食老无爱认老，啊安尼行迄款的山路，即款的代志遐辛苦对吧？我用啊，我来收就好啊嘛。好，你是那你讲的遐好听，要顶了一条细条，互你收去，然后旋半个外月拢进不去。啊，行这条互你收的，我看旧年无看你人影咧。是啦，你要是死囡仔呢哈，你万事拢要进头香啦。
你敢遐牛哟？我甲你讲啦，即落细条吼，免用甲你啦。是啊，哪有人做安尼啊？甲囝咧xuất死里头的啦。啊，这条细条也袂好啊。你点点啦，点点啦。大舅啊，安即条小，互你去收。啊，这条小那叫我去收。对啦，当你是恁阿爹的大囝对无？恁阿爹的事业甲恁阿爹遐财产，你拢爱去甲了解啊。嘿啊，遐个人你嘛是爱去甲因熟悉啊，对无？所以即条小你爱去收啦。哦，好啦，我这来收啦。阿爹，歹势歹势。呀，船的人你免怨叹，听到没啊？拜托者，甲渡过迄边啊，我要来遐收拾。哦，遐。哦，OK。